观众朋友，今日是5日连假第一天，高公局预告讲哦，今日道南的车上济，未少路段是塞车哦。也早起呢，国道3号道南，这个中寮崩坑车呢有4台车拢做伙，后壁的车是踏要7公里长，也嘛有未少民众呢是要趁连假出国。也根据桃园机场公司估计哦，今日就有要6万人出境，建议旅客就要提早3点钟去报到。 顺境湾印度旅客依次排队，早起7点外到去报到柜台排满大批旅客。桃机公司统计，连假第一日就有59391人出境。会担心要排很久，所以我提早多久？开会前3小时到。是别的已经大排长龙排到这边来。刚看的时候有没有吓到？有，没有想到就是可以排这么长。 桃机公司估算，为5月29到6月7日总共5日，5日连假收份期间，桃机总运量超过68.7万人次。建议旅客提早3点钟到机场，严格利用网络报到。另外，国道高速公路部分接近中道国际路南中立河口中华顶海塞车路段，时速拢到40公里以下。 今天南向的车潮还是比较多的，建议大家如果要使用西部国道的话呢，可以在中午12点以后再出发；如果要往东部使用国5的话，建议可以在下午5点以后再出发上国道。赶在连假进前，代替北回线东小清水溪桥好前到中德路段，该期工程完工。进前因为工程停驶17个处，也加入连假收分。早起东部干线列车运行大部分正常，高铁早起也加开全自由座的列车。 除商务车厢之外，其他车厢都是自由座车厢。要搭乘自由座旅客可以多加利用，谢谢。苏花路人部分，往华东路南车流，透早5点开始豆豆增加。公路局表示，平均时速拢应维持伫60公里左右，整体车流比有期较少。不过最近可能有中昼过后雷阵雨，提醒用路人若拄到雨势较大，塞车一定要细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